今朝早我哋開始一個新嘅講道系列，叫做風雲啊，在加國嘅政治氛圍之下，作基督嘅使者。過去呢4個月咧，即係話從舊年嘅12月起到而家咧，加拿大彷彿好似走咗入一個大風暴當中。先係我哋嘅副總理方慧蘭喺一個毫無預警嘅情況之下突然間辭職啦，自由黨內部就亂起上嚟啦，前總理杜魯多嘅民望咧，亦都係同時插水式下滑，佢當時嘅支持度咧，只係得返22%，唔滿意嘅人咧去到75%。喺龐大嘅政治壓力之下，杜魯多終於咧就喺今年嘅1月6號宣布辭職。國會亦都同時進入休會，等自由黨咧可以選出下一位嘅黨領咧，然之後咧就會舉行聯邦大選。不過就係喺呢一個國內形勢咁動盪嘅時間咧，國外有一個更加可怕嘅風暴咧，逐漸逼近，就係2024年嘅11月咧，特朗普再度當選成為美國第47任嘅總統。喺佢還未就職之前咧，佢就已經喺度威脅緊要徵收加拿大25%嘅關稅，同時亦都唔知佢講真定講笑咧，就話加拿大咧應該要成為美國嘅第51個州，一路就講到今年1月20號佢正式上任啦。嚟到而家短短都唔夠3個月，哇！你每日睇新聞咧，都以為自己睇緊 Netflix 嗰啲 drama。佢點樣喺白宮會見唔同國家嘅領袖啦？點樣同俄羅斯、烏克蘭談判停火啦？點樣大刀闊斧地削減緊政府嘅公務員啦？點樣威脅佔領巴拿馬運河、吞併格陵蘭，以強硬嘅態度嚟到對付中國？當然，作為加拿大人，我哋最關心嘅就係關稅嘅問題啦。嚟到目前為止咧，美國已經向加拿大咧徵收咗鋼鋁同埋汽車零件25%嘅關稅。嚟緊咧，可能仲有其他包括木材等等嘅其他關稅，相信咧將會令到好多加拿大人失業。響4月2號，即係話大概10日之前，特朗普咧宣布向全世界徵收對等關稅，而且咧收稅嘅幅度咧比預期更加大。於是乎，全世界就同一時間被捲入咗呢個風暴裡面，股市當然應聲就下滑啦。經濟學家預測將會出現全球嘅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公司倒閉、通貨膨脹，甚至可能會出現滯脹 （stagflation） 等等嘅嚴重後果。然之後咧，嚟到4月9號咧，佢忽然間又宣布咧暫緩呢項措施3個月。就係喺呢一個全球經濟動盪、世界局勢不明朗嘅大變局當中，加拿大人就靜靜地等待緊4月28號咧舉行聯邦大選啦。到時咧就會決定到底邊個會做船長嚟到駕駛我哋呢一隻小船，面對住國內國外多場嘅政治風暴。呢個咧就係風雲系列嘅背景啦。咁當然啦。呢一個既然係一個講道系列咧，我哋就唔打算同大家論證嘅，譬如話我攻擊某個政府啊，某一個政治人物啊。相反，我哋亦都唔會宣傳某一個政黨或者某一位嘅政客。我哋想講嘅就係作為基督徒點樣喺一個咁動盪、咁迫切嘅政治形勢之下咧，嚟到去關心同埋參與喺社會議題當中。由於呢個話題咧都實在太大啦，教牧團隊咧就決定咧先 narrow down 咗個範圍先。第一咧，我哋係對基督徒講嘅，我哋只係 address 基督徒嘅啫。咁當然啦，未信耶穌嘅朋友都歡迎你嚟參加啦，認識下到底教會點樣睇呢個問題。第二咧，我哋亦都有個預設咧，就係基督徒咧係應該關心社會、投入同埋參與喺社會當中嘅，因為呢個係神俾我哋作為管家責任嘅一部分。基督徒咧係唔應該對政治或者對社會咧漠視不理嘅。第三，我哋將個範圍咧局限咗響北美，尤其是咧係加拿大，因為咧呢個係我哋最貼身嘅一個政治環境。呢度咧有一個相對上穩定嘅政制，讓國民可以自由地嚟到去參與。因此咧，我哋係唔會觸及其他地區、其他國家、其他嘅政制所面對緊嘅挑戰。咁喺呢度咧，我想先交代一下咧，嚟緊呢幾堂咧，我哋打算會講啲咩話題。
嚟緊下一堂咧，我哋就會講基督徒應該重視啲乜嘢社會議題。當呢個世界最關心嘅都係經濟啦、就業啦、軍事啦、科技等等議題嘅時候，基督徒去論證係咪只係關心經濟同埋就業，定還是我哋都有其他嘅議題應該關心嘅咧？第3堂咧，我哋就會講基督徒同基督徒之間點樣嚟到去討論社會議題啦。話晒咧，大家都真係活喺一個極度分化嘅政治氛圍當中。嗱，世界嘅人咧就會互相攻擊啦、彼此抹黑啦，甚至有啲時候咧會將對方嚟到妖魔化。基督徒喺教會當中，如果講起呢啲咁敏感嘅話題嘅時候，大家係咪都可以同樣合理化咗心裏邊嗰啲嘅憤怒同埋苦澀咧？第4堂咧，我哋就會講啦。Suppose 主耶穌呼召我哋喺世界上作鹽作光。當個社會越係黑暗、越係多紛爭、越係扭曲嘅時候，基督徒就越係發揮光明同埋產生調和嘅作用。咁點樣先可以做得到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好期待咧，可以喺呢個系列當中同大家一齊嚟到學習點樣喺一個經濟動盪、政治不明朗嘅變局當中，能夠有智慧地、有勇氣地、有耐性地參與喺各種嘅社會議題同埋政治議題當中。今朝早咧係風雲嘅第1堂，咁咧我會嘗試從聖經當中咧去建立一個嘅基礎。就係當基督徒去關心政治議題嘅時候，應該點樣理解我哋自己嘅身份同埋責任咧？嗱，呢個可以話係最基礎嘅個問題。開始嘅時候咧，我想先 go through 一段舊約嘅歷史啊。如果你未聽過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呢個故事其實都頗為有趣嘅。如果你有聖經嘅話咧，歡迎你同我一齊打開撒母耳記上第8章嘅第1節。撒母耳年老嘅時候，立了他的兒子作以色列人嘅士師。嗱，我首先交代一下呢個撒母耳到底係一個咩時代嘅人物先。話說咧，以色列人咧本來咧係喺埃及地做奴隸嘅，佢哋又冇自由啦、冇權利啦、冇財產啦、冇性命嘅保障，生活就過得好苦。呢個咧就係為奴嘅時代。於是乎神咧就差派咗摩西嚟到拯救佢哋出埃及啦，喺曠野當中生活咗40年啦，然之後約書亞就帶領佢哋進入咗應許之地啦。呢個就係出埃及嘅時代。嚟到應許之地之後，以色列人咧就好快忘記咗耶和華啦，佢哋就轉拜當地人嘅偶像。於是乎咧，神就容許佢哋周邊嘅地區嘅民族嚟到欺壓佢哋、侵略佢哋。每次當佢哋呼求神去幫助嘅時候，神就會興起一位士師嚟到拯救佢哋，幫佢哋打敗啲敵人。呢個咧就係士師嘅時代。士師之後咧就進入咗君王嘅年代啦，一直去到以色列被巴比倫征服為止。咁當巴比倫征服咗以色列亡國之後咧，就進入咗呢個被擄時代，跟住咧亦都有回歸嘅年代。撒母耳喺邊度咧？撒母耳就係喺士師年代嘅末期，佢同2個仔就係以色列最後嘅士師。士師時代以色列嘅政治制度咧好簡單嘅啫，同之前出埃及嘅年代一樣。耶和華親自揀選咗摩西啦、約書亞啦同埋眾士師，負責帶領以色列人，尤其是咧喺軍事嘅層面上邊咧，神直接興起呢啲士師，率領啲以色列人去打仗。經文咧呢度講到撒母耳就由年輕嘅時候開始做士師，一路去到今時今日年紀老邁啦，可能咧精神體力都已經大不如前啦。佢嘅長子名叫約珥，次子名叫亞比亞，都是在別是巴作士師。2個兒子都沒有行撒母耳的道路，反而轉去追求不義之財，收受賄賂，屈枉正直。嗱，咁大家一聽落就會估到啦，呢度真係有個好大嘅危機存在喎。萬一撒母耳有咩3長2短嘅話咧，2個仔就一定會變本加厲，更加橫行無忌。以色列咧可能就即刻群龍無首，周邊嘅鄰國就會乘虛而入。於是以色列所有嘅長老考慮過呢啲因素，就集合起嚟到拉馬嚟到見撒母耳，對佢話：你老啦，你睇下你2個仔又唔生性，而家求你為我哋立一個王去治理我哋，好似列國一樣啦。
以色列人見到鄰國全部都有君王統治佢哋個國家，個個都有一支訓練有素嘅軍隊，佢哋又有騎兵啦，又有先進嘅武器啦，隨時都預備好打仗。相比之下，撒母耳你老啦，你啲仔又唔生性，以色列12支派係一盤散沙咁樣，每次啲敵人嚟攻擊我哋，又要等耶和華興起個士師，臨急臨忙先組織一隊雜牌軍隊，兵器都未夠就要出去打仗，算把啦！呢種管治模式已經過時㗎啦，我哋要有一個皇帝帶領我哋，確保我哋國家嘅安全。他們說：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這件事，使撒母耳很不高興。他就禱告耶和華。撒母耳點解唔高興啊？喂，我都仲未曾死啫。In fact，我啱啱先帶領你哋打贏晒啲非利士人，而家你咁樣算點啊？你哋講到我好似聽日就死咁噶咯，完全不留任何情面，要我即刻為你哋立個王。撒母耳好 offended 啊，於是乎佢點做啊？佢祈禱咯，將自己嘅委屈一五一十同神講。耶和華就對撒母耳話啦：眾民對你所說的一切，你只管聽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嘅，而係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神睇得好清楚以色列人嘅邪惡，個問題根本就唔係到底士師制度好啲定還是君王制度好啲。在神嚟到講，以色列從來都係行緊君王制度嘅，只不過君王唔係一個人，而係耶和華神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嘅訴求咧，唔單止係厭棄緊撒母耳，其實更加準確啲嚟講，係厭棄緊耶和華。自從我把他們從埃及領出來的那天起，直到現在，他們怎樣離開我，侍奉別的神，他們對我所行的一切，也照樣對你行。我治理咗佢哋咁多年，呢班人嘅根性係點，根本就從來都冇改變過。現在你只管聽從他們的話，但必須鄭重警告他們，告訴他們要統治他們的王，要怎樣治理他們。神就同撒母耳講啦，唔該你同啲人解釋清楚啦。如果佢哋真係好想同列國一樣，要一個人嚟到統治佢哋嘅話，其實係要付上好大嘅代價㗎。佢哋有冇諗清楚㗎？係咪真係願意付上嗰啲代價先？於是撒母耳將耶和華所講嘅一切話都告訴那些向他要求一個王嘅民眾，就話啦：那要統治你們的王，將這樣治理你們。他必徵用你們的兒子，派他們作他的戰車兵、騎兵，在車前奔走的前鋒。嗱，如果你話要一個王保護你哋，佢就一定要建立一支常規嘅軍隊，於是乎佢就要徵兵嚟到訓練同埋去打仗噶咯。你明唔明先？王又派他們作千夫長、50夫長，替他耕田、收他的莊稼，替他製造作戰的武器和戰車上的裝備。他必徵用你們的女兒作配香膏的、燒飯的和烤餅的。你哋如果想要武器，又要有戰車，又要有軍備嘅話，邊個去生產啊？咪就係你哋啲仔咯。你哋想有糧餉、有儲備，咁邊個負責啊？咪就係你哋啲女咯。他必奪去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自己嘅臣僕。你們撒種所得的和葡萄園所出的，他都徵收1/10，賜給他的太監同埋臣僕。要維持一個政府嚟到運作，揾邊個去做啊？咪要有公務員咯。咁邊個出糧俾啲公務員啊？咪你哋自己要納稅咯。他又必徵收你們的僕婢、最精壯的青年和老，替他工作。你們的羊群，他要徵收1/10，連你們自己也要作他的奴僕。你有冇諗過呢？其實君王制度有好多 overhead 嘅，包括皇帝嘅享樂啦。嗱，佢又要起皇宮啦，起個皇宮做咩啊？因為佢要娶妾侍啦，娶完妾侍就要招收太監啦。點解要太監啊？養住一班王子公主，陪佢餐餐大魚大肉咯。請問邊個去做妾侍啊？邊個去做太監啊？邊個起皇宮啊？邊個去釀酒？邊個去煮飯？邊個服侍皇帝啊？咪就係你哋自己咯。到時你們必因為你們自己揀選嘅王而哀求，那時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
之前耶和華管治你哋嘅時候咧，一個仙都冇收過你哋嘅。而家一句唔該都冇，就話要設立君王制度，你有冇考慮清楚㗎？唔好等將來你覺得好艱難啊，到你後悔嘅時候先翻嚟埋怨神喎。因為我今日已經同你解釋得好清楚㗎啦，你咪真係要揾一個人嚟做皇帝先。眾民竟不肯聽從撒母耳的話，說：不，我們要一個王治理我們，讓我們也像列國一樣，有自己嘅王治理我們，率領我們出征，為我們作戰。以色列人諗都唔使諗，就照單全收啦。總之無論如何，一定要撒母耳盡快為佢哋立王，好似列國一樣。撒母耳聽了眾民的話，就向耶和華嚟到復述。耶和華就同撒母耳講啦：你只管聽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一個王。於是撒母耳就對啲以色列人講啦：你們各自回自己的城去吧。撒母耳咧需要一啲時間去籌備呢一個高立皇帝嘅過程，於是佢就叫晒啲人翻屋企等啦。結果神為以色列人揀選咗掃羅，一個毫無家底、籍籍無名嘅人出嚟做以色列人嘅皇帝。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撒母耳記上第10章第17節就話啦：撒母耳召集眾民到米斯巴耶和華那裡，做咩事要召集佢哋啊？撒母耳要將掃羅第一次介紹俾啲以色列人認識。撒母耳就叫掃羅企喺百姓面前，佢就對眾民咁話啦：你們看見耶和華所揀選的人沒有？在眾人中沒有一個可與他相比。眾人就大聲歡呼，願王萬歲！啲人呢見到掃羅似模似樣啊，高大威猛啦，大家都覺得咧，哇！撒母耳真係揀得好啊！跟住咧就第25節咯。嗱，我想大家特別留心聽一聽第25節。撒母耳把國法對眾人述說了，又記在書上，存放在耶和華面前，然後遣散眾人，各自回自己家去。大家睇唔睇到第25節有啲咩嘅特別啊？嗱，我再讀一次俾你聽啊！撒母耳把國法對眾人述說了，又記在書上，存放在耶和華面前。特別嘅地方就係，當以色列人起初向撒母耳提出要求以色列要實行君王制度嘅時候咧，佢哋心裏邊嗰個管治模式咧，就係同列國一樣，有一個人去治理呢個國家。但係你有冇見到耶和華去咗邊啊？sideline 咗啊！有事先揾神啦，平時我哋有個皇帝帶領我哋咪得咯。你留心第25節啦，神允許佢哋採立呢個君王制度，不過卻唔係一套列國嘅制度，而係一套神子民獨有嘅君王制度。點獨有法啊？撒母耳將國法對眾人述說了，又記在書上，存放在耶和華嘅面前。以色列嘅皇帝唔係至高無上，即使皇帝都要服響個律法之下。皇帝可唔可以隨便殺人啊？唔得，皇帝都要順服響十架之下噶嘛。皇帝可唔可以屈枉正食？可唔可以貪戀別人嘅妻妾啊？唔得，因為皇帝都要受神嘅律法所管束咯。皇帝係必須要按住國法嚟到統治國家。咁係邊個嚟到去設立呢啲嘅律法同埋國法㗎？神自己咯。所以以色列真正執掌皇權嗰一個仍然係耶和華。耶和華有權立王，亦都有權廢王。所以嚴格嚟到講，以色列嘅君王其實係一個攝政副手，佢係要聽命於耶和華神。呢個就係以色列嘅君王制度最大嘅特色。嚟到撒母耳記上嘅第12章，掃羅就正式登基咯。喺 Inauguration Day 嗰一日，亦都係撒母耳同時退下士師角色嘅一日。撒母耳就把握呢個最後嘅機會，同啲以色列人講咗一番語重心長嘅說話。佢話：耶和華神從埃及地拯救你哋，帶領你哋經過曠野，攻佔咗你哋呢一個應許之地，一直保護你哋抵擋鄰邦嘅攻擊。可是你們看到亞捫王拿轄嚟到攻擊你哋嘅時候，就對我話：不行，我哋要有一個王來統治我們。其實耶和華你們的神是你們的王，
現在你們所揀選、所要求的王在這裡，看啊，耶和華已經立了一個王統治你們。跟住撒母耳就再一次提醒翻佢哋神起初同以色列人祖先立約嘅一啲條件。如果你們敬畏耶和華，侍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統治你們的王就必跟從耶和華你們的神，那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們不聽從耶和華的話，違背他的命令，耶和華的手就必攻擊你們，好像攻擊你們列祖一樣。耶和華先至係你哋真正嘅王，你哋唔好俾地上列國嘅政制混淆咗自己。其實不論係國民又好，君主又好，都必須要聽從神嘅說話，遵行神嘅命令，否則耶和華就會自己嚟到攻擊你哋，你哋就唔會有好日子過。至於我撒母耳，我決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要把善道正路教導你們，你們只要敬畏耶和華，誠實全心侍奉他。律法係一堆文字嚟嘅，總要有人去解釋啊。況且個政局係隨時會改變嘅，皇帝都需要懂得正確地、有智慧地按住神嘅旨意嚟到行事。因此喺呢一個君王制度裏邊咧，仲有一個先知嘅角色，係確保皇帝聽到同埋明白神嘅心意。撒母耳就會充當起呢一個嘅角色。如是者，當我望住呢一套君王制度嘅時候，哇！我望落去我都覺得幾好喎，幾滿意喎。In fact，如果人民願意遵守呢套制度嘅話，分分鐘呢套神權之下嘅君王制度，好可能仲好過今日嘅民主政制添。不過話時話，畫出嚟梗係畫得好靚啦，但係實行出嚟 work 唔 work 嘅咧？我會話 work 過一排咯。響最好嘅皇帝大衛身上，咪 work 到8-9成咯。響最有智慧嘅皇帝所羅門身上，都 work 到6-7成嘅。until 佢開始娶好多外邦女人翻嚟做妾侍，就開始偏離神啦。嚟到亞哈做王嘅時候咧，哇！呢個亞哈咧簡直係經典。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咧，你就知我講乜噶啦。有一次，亞哈咧就睇中咗鄰居有個葡萄園，佢就好想擁有佢。於是乎佢就出高價向對方嚟到收購啦。點知個鄰居就話俾佢知咯，根據神嘅律法，我係唔可以將我嘅祖業賣出去嘅，即使係皇帝都係咁話啦。於是乎亞哈點做啊？亞哈冇晒心機啦，飯又唔食，朝政又唔理，成日瞓喺張床上邊，好唔開心。咁即係個制度 work 啦，係咪？因為以色列嘅君王係唔可以凌駕喺律法之上噶嘛。問題出現啦，亞哈娶咗一個外邦嘅公主做老婆，佢個名叫耶洗別。耶洗別見到皇上冇晒心機，就好唔抵得，開口窒佢咯。喂，家陣你唔係做緊以色列嘅王嘅咩？你唔係統治緊呢個國家嘅咩？你想要嘅嘢唔係應該手到拿來嘅咩？起身食飯啦，開心啲啦！我總之無論如何會將拿伯嘅葡萄園交俾你。於是耶洗別就動用咗自己嘅人際網絡，夾埋啲有財有勢嘅人，透過律法嚟到指控拿伯，並且買通晒嗰啲嘅證人陷害拿伯，最後行使律法嘅權力將拿伯嚟到處死，然之後就將個葡萄園交俾亞哈，1毫子都唔使出。結果以色列獨有呢一套君王制度，就俾啲邪惡嘅人扭曲同埋騎劫之後咧，就完全失去咗佢本來嘅特色。君王唔單止可以統治啲人民啦，君王可以凌駕喺律法之上，可以 weaponize 咗律法。但係唔係有先知嘅咩？點解啲先知唔出嚟主持公道啊？你敢咩？咁出聲嗰啲先知一早已經俾呢個耶洗別殺晒啦，剩低落嚟嗰啲先知全部同耶洗別都一樣，係敬拜巴力同埋其他嘅偶像嘅。耶和華去咗邊啊？耶和華已經唔記得咗啦，俾人掟埋咗一二邊啦。所以我想翻轉頭問嘅就係咪個政制出咗問題啊？No，
以色列有一套非常之理想嘅政制，撒母耳親自頒布出嚟噶嘛，佢經過深思熟慮噶嘛，梗係好啦。只不過問題唔喺個政制上邊啊，個問題喺啲人度啊，因為人心險惡，因為人心敗壞，因為人心裏邊冇咗神。無論一個幾好嘅政制，到最後都會被人扭曲，成為咗有權有勢又有錢嘅人手中一件武器同埋工具咯。That's why 撒母耳記上第12章14到15節係咁重要。撒母耳對住全體嘅人民語重心長地嚟到去警告佢哋：如果你哋敬畏耶和華，侍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統治你們的王就必跟從耶和華你們的神，咁就最好啦。嗱，你留心聽一聽撒母耳。撒母耳唔係話如果你敬畏君王，服侍個君王，聽從君王嘅話咁就好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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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雖然係高立咗一個人做你哋嘅皇帝，但係你聽住我講，唔係敬畏君王，係敬畏耶和華，唔係聽王嘅話，係聽神嘅話。撒母耳響一個君王嘅就職典禮上面好清楚點出咗個分別，然之後佢用反話再講多一次。但是如果你們不聽從耶和華的話，嗱，唔係唔聽王嘅話，係唔聽耶和華嘅話，違背耶和華嘅命令，耶和華嘅手就必攻擊你們，以色列全體嘅群眾，整個嘅國家，好似攻擊你哋嘅列祖一樣。撒母耳俾咗一個好重要嘅原則俾啲人民，就係每一個響呢一種君王制度之下嘅以色列人，每一個都要學點樣嚟到去分辨到底當今聖上係咪一個敬畏上帝、遵從神話語嘅人，然之後每個人就要去決定是否應當聽從呢一個皇帝，支持呢一個皇帝去到一個乜嘢嘅地步，而唔係盲目地效忠於一個人，否則嘅話，後果可能係打敗仗啦，甚至可能會導致佢哋亡國。只要一日呢一個君王制度係由人去處理嘅時候，神嘅子民就必須要有呢一種嘅警惕，直到有一日嗰一位完美嘅君王出現，佢會執掌大衛嘅王朝，統治全世界直到永遠。請問呢個完美嘅君王係邊個啊？耶穌基督咯。記唔記得當耶穌出世之前，天使點樣同瑪利亞講㗎？路加福音第1章第30節，天使就話：瑪利亞，瑪利亞，不要怕，因為你已從神那裡蒙了恩，你將懷孕生子，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要被尊為大，稱為至高者嘅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嘅王位賜給他，他要作王，統治雅各家，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一如天使所預料，瑪利亞真係誕下咗耶穌。耶穌長大之後出嚟傳道，耶穌嚟到加利利就宣講神嘅福音，佢就宣告啦：時候到了，神的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相信福音。耶穌藉住神嘅權柄同埋能力，將神嘅國帶到嚟人間。凡係嗰啲願意悔改，凡係嗰啲願意相信佢就係彌賽亞，即係話嗰個王嘅人呢，佢哋就成為咗天國嘅子民。天國子民就係佢哋新嘅身份，唔再係以色列人定係外邦人，佢哋係天國嘅子民。到咗耶穌被釘死、埋葬、復活之後，佢再翻嚟揾佢嘅門徒。馬太福音第28章，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指定嘅山上。耶穌上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一切嘅權柄都已經給我，所以你哋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即使嚟到今時今日都好啦，雖然耶穌唔係 physically 喺佢嘅子民裏邊同佢哋一齊，但係實際上佢已經擁有咗天上地上一切嘅權柄。因為點解啊？腓立比書第2章第9節。神已經把他升為至高，並且賜給他超過萬名之上的名。耶穌擁有一個咩名號啊？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無論今日邊個國家行緊一套乜嘢嘅政制，邊個人做總統好，做總理好，做國家主席好，做皇帝好，做皇后都好啦，響每一個嘅強人之上都有一個主，就係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耶穌基督。有一日主耶穌會親自從天降臨去 reclaim 翻呢一個世界，到時天上地上地底下嘅一切因着耶穌嘅名都要屈膝，並且口裏承認耶穌基督係主，使榮耀歸給父神。呢個就係聖經所應許嗰個完美嘅君王同埋終極嘅政制。引申翻落嚟，今日響加拿大，活響今日呢一種政治形勢之下，身處喺一個政局不明朗、全世界經濟秩序大亂嘅變局當中，天國子民呢一個身份到底點樣指導我哋參與響政治議題當中呢？嗱，呢個咧就係個應用嘅部分啦。有政客、有政黨近排就會洗腦式嚟到去宣告啦 ，Canada First， 加拿大優先。當我成為咗總理之後咧，我就將加拿大放響首位。點解啊？點解會有國民受落啊？因為隔離國家嗰個總統咧洗腦式嚟到教育 America First， 美國優先啊嘛。人哋 exactly 就係咁做咯。唔好理你乜嘢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啦，而家我同你講，我要美國優先，美國要主導一切嘅世界秩序，所以佢咪當選咗總統咯，所以咪咁多人會投佢票咯。響呢一種咁樣嘅政治氛圍之下，正正就係一個最好嘅機會，讓基督徒深刻地嚟到去反思，我係咪真係相信一套咁樣嘅理念呢？某某總統話俾我知美國優先，某某政黨話俾我知加拿大優先，我係咪照單全收呢？定還是呢個正正就係一個最好嘅機會，我哋重新去審視一次自己作為天國嘅子民，我哋到底效忠緊邊個 ？Where is my allegiance？ 到底耶穌基督係咪我心目中嗰位嘅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佢係咪我嘅基督？佢係咪我嘅彌賽亞呢？如果係嘅話，點可能係加拿大優先啊？嗱，我唔係偏頗啊，我唔係淨係講保守黨啊，其實自由黨都係一樣噶。卡尼話 Canada Strong， 強大嘅家國。佢甚至豪言咁話，如果美國唔再帶領世界嘅話咧，加拿大就會企出嚟帶領一套有共同價值觀嘅國際秩序，係咪好型啊？不過，如果耶穌基督係主嘅話，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天國嘅子民重新去審視自己到底係效忠係邊個？唔係 Canada First， 係 Christ First。講真啦，我唔係好期待加拿大去重組國際秩序嘅，我係好期待天國嘅秩序會成為世界嘅秩序咯。無論邊個做總理，邊個政黨執政，無論我係擁護佢又好，我反對佢都好啦，我永遠都有一套天國嘅價值觀，一套天國嘅優先序，一套我自己緊張天國嘅議程，要嚟衡量，要嚟審視，要嚟問責呢一個嘅政府，呢一個嘅政黨，呢一個政客是否仍然值得我嘅支持，仍然值得我去投佢一票。正如撒母耳講啦，佢對君王制度之下嘅以色列民咁樣講：你哋敬畏嘅係耶和華，唔係掃羅；你哋侍奉、聽從、遵行嘅唔係掃羅嘅旨意，係耶和華嘅旨意。就算你跟足晒掃羅嘅命令，導致到以色列成為一個幾富強嘅國家都好啦。倘若掃羅所做嘅係違背緊耶和華嘅心意嘅話，我撒母耳就會第一個企出嚟去 challenge 佢。到時你哋到底係跟掃羅定係跟耶和華呢？你哋自己要好自為之。同樣，牧者今日都係奉勸大家，冇一個政治人物、冇一個政黨、冇一個政綱係可以成為你義無反悔、奮身去效忠嘅對象。冇錯，你可以表態，你可以支持，你可以投票，甚至可以為佢拉票。但係 always 你都要記得，
你還有一個 King of Kings、Lord of Lords， 所以係 Christ first， 基督優先，唔係加拿大優先，唔係某某政黨優先。耶穌自己咁樣講，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All these things 係講緊咩啊？你憂慮你份工保唔保得住咯？你交唔交得起租咯？你擔心份糧能唔能夠養得起一家人咯？之後仲有冇錢可以周圍去旅行咯？邊個政黨會承諾俾到你更多嘅着數？邊個政客可以保護加拿大嘅利益？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given to you as long as 你記得，唔係加拿大優先，係基督優先。唔係邊個出嚟重建世界嘅秩序，係天國嘅秩序要重組今日世界嘅秩序。呢一點就係第一個基礎，天國子民永遠都應該將基督放喺優先嚟到去考慮各項政治嘅議題。第二點我想指出嘅就係關於呢一套我哋響北美享受緊嘅民主政制咧。毫無疑問，民主政制可能係一個墮落咗一個冇神嘅世界當中一個較為可以接受嘅政制，因為政府係受法律管束啦，同時政府亦都需要係由人民所選出嚟，所以要向人民嚟到去負責啦。但係佢絕對係一套不完全嘅政制。點解啊？因為政府雖然係要向人民負責啫，但係人民本身係罪人嚟㗎嘛。問題唔係喺個政制上面啦，而係喺人心上面。人心險惡，人心敗壞。當人心裏邊冇咗神嘅時候，人就會變得好短視同埋好自私。結果無論幾好嘅政制，都可以俾人騎劫咗，變成咗有權有勢又有錢嘅人手中一件嘅武器同埋工具。所以當基督徒參與響民主嘅過程裏邊，無論講緊嘅係政府嘅運作、政策嘅制定，定還是係民主選舉都好啦，我哋必須要謹記嘅一樣嘢就係民主政制係暫時嘅，係唔完全嘅。完全嘅政制係屬於基督嘅，係屬於天國嘅。有一日當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候，基督作王就會徹底地嚟到執行，就會徹底地嚟到實現。Meanwhile， 天國子民係唔應該抽離呢個世界，我哋係有責任喺呢個墮落嘅世界裏邊去發展、去維繫呢一個過渡性同埋不完全嘅政制。而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係需要按住天國嘅價值，按住天國嘅優先序，負責任地嚟到去選出一啲不完美、不純潔，甚至可能滿有污點嘅政黨、政綱或者政治人物，並且恆常地要求佢哋要向我哋問責。唯有當基督徒係咁樣參與響社會議題、政治議題上面嘅時候，我哋先可能發揮到主耶穌響登山寶訓裏邊交低俾門徒嘅使命。第5章第13節咁樣講：你們是地上的鹽，如果鹽失了味，怎能使它再鹹呢？結果毫無用處，唯有丟在外面，任人踐踏。你們是世上的光。人點了燈，不會放在量器之下，而係放喺燈台上面，就照亮一家嘅人。照樣，你哋嘅光亦都應該照在人前，讓他們看見你哋嘅好行為，就頌讚你哋喺天上嘅父。所以我祝福大家，喺一個不斷腐化、不斷扭曲嘅世代當中，能夠作有用嘅鹽，阻止呢個世界繼續嚟到腐敗落去。我祝福你哋喺一個黑暗絕望嘅世代當中，成為明燈照耀，為呢個世界帶嚟和平、帶嚟平安、帶嚟盼望。我祝福你哋心裏邊常常都記掛住嘅，就係我哋所效忠嗰一位主耶穌基督。唯有佢係萬主之主、萬王之王。有一日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基督係主，願榮耀歸俾父神。阿門。